继续来看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日前质询的时阵讲，外交部的欧洲司有一个长官，外号是咆哮帝，常常黑白靠腰霸凌同仁。徐卡心今仔日证实，迄个就是欧洲司的司长姓黄。外交部回应讲，会组成着调查小组，那查证事实，绝对袂暗藏。挂嘴暗手提入水挂牌，2002年外交部宣布成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，这嘛是头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。头一任驻立陶宛的代表，就是现任的外交部姓黄的欧洲司长，英过意气风发的模样。即嘛，和国民党立委徐卡心讲，伊敢若有霸凌属下，甚至被封做欧洲司的包好地。内部经常利益良善的大声沟通，送接机带路稍有不顺就会咆哮同仁，被誉为这个欧洲司的咆哮帝。这事情是有名到，就是其他司的公务同仁都知道。徐卡心嘛讲，姓黄的司长为驻外期间就开始霸凌员工。还有当然，因为压力伤大来破病，升官了更加是变本加厉。那时常对员工大细声，半暝过传消息交办任务。那欧洲司的人员会惊，伊的做人做事，伫外交部早就真有名。是不是可靠？在我接获陈情的大概3到5天之内，那这些欧洲司的同仁们纷纷退去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合理怀疑，这其实已经被下了封口令。徐卡心阁发言讲，这个姓黄的司长，敢若搁咧调查到底是虾米人压料的？意思讲欧洲司公务人员，大家拢唔敢出声。主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，倘查证属实，将进行必要的处置，不会护短。公家单位高层的霸凌事件遮济，各单位都要赶紧查办，唔通阁发生像劳动部这款的危险的代志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